来看咱台湾顶一届的亚运射击这个项目是摕到2个金牌，一个铜牌加1个银牌。那这一届的亚运参加比赛的国手拢是有参赛经验的，因为大家拢经过一寡大比赛，所以心态就较定着。这选手嘛讲，因会尽全力去拼奖牌。 进去真专心去对准备中，林明欣备战世大运和亚运，虽然3月才拄结婚，进前拢伫公司备场一直训练。空气无清的唱歌对机械换做电子的，适应了阁袂歹。因为我个人比较敏感，那重量其实差个几公克，我就会感觉出来很明显的差异。出国的时候比较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是电子的，那它不太会因为就是震动啊什么的去改变它那个克数。 采访这天的下晡，教练团才宣布讲，伊和本来的 partner 李小泉继续合体，拍拼伫个男10公尺报称金牌来连霸。因为顶届李小泉伫个人赛嘛摕到铜牌，难免碰问到对奖牌的期待。不争就是争嘛，那就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，这样。希望能够就是发挥 超水准的表现这样子。10公尺空气手枪的国手吴爱文，2010公亚，迄当阵才15岁就有好表现，参加过敦俄和里约奥运，顶届亚运入去到国赛表现无较好，伊家己认为讲，较早就是戆戆啊，一直训练，面对困难靠家己，但即马无共。过去算比较封闭吧，我现在反而会去跟人家聊天，然后呢就是会听看，人家觉得我哪里不对啊，或是我哪里可以加强。 年底就要满70岁的陈家珍，5当前生一个查某囝，早就想过要退休，这摆行亚会搁一摆来挑战25公尺的运动手枪。只是亚运因为疫情延期，伊讲这对伊来讲影响真大。其实延期1年的时候，有觉得那我这辛苦的1年到底在干嘛？因为第一次碰到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调得很好。 要拼亚运，搁要拼奥运的资格，陈家珍是承认讲安尼真忝，所以甲重心先放伫个亚运，家己甲每一场拢当作是上尾一场在比，希望离开赛场是无遗憾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